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阿偉的生活主義。今次我哋嚟到響尖沙咀嘅菩提素，去食午市素食自助餐。對我嚟講係一件好新鮮嘅事。店內裝修古色古香，帶有禪意。佢哋嘅素菜選擇真心多，店員話足足有60款菜式。除咗常見嘅中式熟食之外，仲包括西式同日式料理。有幾款菜式我係特別中意。蓮藕湯香氣濃郁，湯味係蓮藕自然滲出嘅清甜，好有家庭式嘅溫暖感。炒麵香味十足，麵條炒得乾身分明，調味亦恰到好處，係屬於好耐食嘅平衡味道。而茄醬意粉係估唔到有 al dente 嘅口感，味道簡單得嚟夠清新。豆腐皮豆香味濃厚，口感層次豐富，豆腐皮豆香味濃厚，配上少少麻辣香氣，令成個味道更突出。茶葉蛋滷得好入味，蛋白帶住淡淡茶香與滷水香，味道滲透到蛋心。其他好似酸齋、白蘿蔔、炒飯、春卷等等亦十分出色。款式實在太多，難以逐一介紹。喜歡呢個 post，請 CLS 支持一下。